家八音真嘅係一門學問呢，係因為人數無相樣，樂器嘅差別，又話用無相樣嘅演出嘅方式來安排了。嘅樂團呢，做得大，未做得細，變化嘅種類咪非常多元化。過來呢，客家八音嘅曲牌，咪係一門學問。我相信大家經過呢也考察介紹嘅，大家呢對客家八音嘅樣貌係更來更認識嚟琢磨噶。接下來呢，我繼續同大家分享客家八音作為台灣無形文化資產、重要傳統表演藝術之一。佢嘅保存老傳承，另外用乜嘅方式來進行呢？也係就向下看下去咯。